陪你讀新約。1月31日，陪你讀新約，馬太福音20章17至34節。耶穌第三次預言受難和復活。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，在路上把12個門徒帶到一邊，對他們說：看啊，我們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，他們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給外邦人，將他戲弄、鞭打，釘在十字架上。第3日，他要復活。母親的請求。那時，西比泰兒子的母親同他2個兒子上前來拜耶穌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穌說：你要什麼呢？他說：願你叫我這2個兒子在你國裏，一個坐在你右邊，一個坐在你左邊。耶穌回答說：你們不知道所求的是什麼。我將要喝的杯，你們能喝嗎？他們說：我們能。耶穌說：我所喝的杯，你們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賜的，乃是我父為誰預備的，就賜給誰。那10個門徒聽見，就惱怒他們弟兄2人。耶穌叫了他們來說：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，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，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。你們中間誰願為大，就必作你們的用人；誰願為首，就必作你們的僕人。正如人子來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。治好2個瞎子。他們出耶利哥的時候，有極多的人跟隨他。有2個瞎子坐在路旁，聽說是耶穌經過，就喊着說：主啊，大衛的子孫，可憐我們吧！眾人責備他們，不許他們作聲。他們越發喊着說：主啊，大衛的子孫，可憐我們吧！耶穌就站住，叫他們來，說：要我為你們做什麼？他們說：主啊，要我們的眼睛能看見。耶穌就動了慈心，把他們的眼睛一摸，他們立刻看見，就跟隨了耶穌。